今仔我讲，因为今仔这歌曲吼，拢甲这城市啦、地名有关系。啊，这个来宾吼，伊家己就一条安尼歌曲哦。哦，唱倒一个城市？我唔知，伊等下你唱看，伊等下要唱，你听看卖。安尼听看，听看卖。哦，欢迎咱今仔的来宾阿狗啊！哦，阿狗，欢迎。哦耶，嘿嘿哟，哦哟。功夫，这条歌是用小婷仔小步歌结合 hiphop 的一条歌，唱给大家听。这边看过，迄边客，让你 flow 来，我做音乐，恁做第一气味。甘甜，别人看美食吃饭，阮看天。白拿石顶一路班到小半天，规年冬天有朋友来到阮斗阵，出一出力伫关定。阮用时间来练成功夫，煞唔知影目耳过了偌久。为着梦想，已经不再乱舞。脚踏实地，阮会行出梦舞。这是真功夫。头恁。哎呀，你那突然间，我怎么认了？突然间搞跌倒。两位老师主人就好。跳到等咧热哩。哎，阿狗啊，哎，欢迎。阿狗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狗。哎，今天是准备上我专辑好主持人节，好来，拍摄，好来，这我的专辑吼，这就是有结合。啊，你的妹记录出来。结合小波歌的一个台湾土豪，台湾土豪，台湾台quân。台湾好野人安尼啦。嘛唔是讲有影，我就安那拄安那好，也是迄我的专辑的概念。是讲一个少年囡仔拍拼，想要去趁会着安尼一个过，看会一个过程安尼。啊，咱今仔日咱的主题是讲爱甲咱台湾的城市有关系。对。啊，你拄则唱到倒一个关系？拄则迄条歌头前迄一个老人你唱的歌声较长嘛，迄是石丁仔小步歌的老师的歌声。石丁。对，因为这 hiphop 内底定定会甲一寡别人的声 sample 伫我音乐内底，有经过人的同意。对，所以就是头前我放这石丁仔小步歌老师的声，我后壁用我的 rap 来甲伊的歌声互动，安尼。对。古早的元素嘛有，新的元素嘛是有。对。哦，这个赞你唱这个袂歹。袂歹吼，创新的结合啦，对不对吼？你迄歌就较老淡薄。我迄嘛中听，这有味，开出吹气。所以我讲今仔这个主题就是吼，要用歌曲带大家来世界行，来世界佚佗。这赞。啊，到底是要来去对佚佗呢？咱就来欢迎咱今仔的空气伴冬天。大家好，我是冬天无啦，卖免叫，免。用影响着，你敢知吼？像甲你影响，像个真事拢用影响着。今仔日要用歌声，带大家来去旅行啦，请看 VC 啊。对这个城市，人目也搁真少，目睭一年，迄阵竟然已经离这远。阿公笑咧讲，较早这片大楼搁是甘蔗园，这是高雄嘛是大港，是故乡是阮兜，这是高雄嘛是大港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地啊悠悠往来呢，毋免甲君仔你提钱。讲甲提钱面着变，艰难受苦来无年。哇，这两个歌声吼，一个要带咱去高雄，另外一个要带咱去新北市。这两个歌，这两个城市吼，差是小可远啦。毋过伊的唱歌的 tempo 无差甲所以咱即马头一位老师要来欢迎哦，是咱高雄的骄傲，柯萧老师，欢迎！哇，柯萧老师，你好！这柯萧老师吼，是安怎讲是高雄的骄傲？人老师是头一位伫咧这个总统上集大礼顶悬哦，唱这个台语的 hiphop 歌曲，这写歌这卖这尔惊讶，你敢知？搁有伊写歌，你敢知？写到迄个市长候选人来走去因兜找伊。啥话？
哦，确实是高雄的骄傲啦吼。等下来听老师分享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老师请坐，请坐。哦，柯萧老师就已经画甲遮尔啊大声，后一位搁惨，搁愈惨，搁愈惨。啥物愈惨？我讲啦。愈惊人。哦，愈惊。对，后一位是咱新北市小报歌的专家林金城老师，欢迎。老师你好，老师你好，大灵魂，哇，老师你好，老师好。老师开要30天的时间来研究这个小报歌，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，录了6000多条的小报歌，这是什么天文数字哈？佮出版20本的小报歌集哦，这真正爱互老师来甲阮介绍一下，什么是小报歌，吼，对无吼？来，老师请坐，欢迎。今仔日真有精彩啊！哇，今日老师要来欣赏伊的专辑，先来上专辑，好不好？多好，今年出一张全台湾话 hip hop rap 的哦，唱片。哇，这个封面啊，设计了足水对。对，这就是用阮本土的艺术来设计，譬如讲伊这个海坡龙有无？伊其实是咱高雄的山的等高线。对。啊，你看伊这个天，其实是咱海边啊，迄沙石啊、沙土啊呢。对，用咱本土的概念来设计。所以这拢是写你的故乡高雄。对，拢是写。高雄的歌啊，是讲我囡仔时的故事啊，是我即摆一寡想法。譬如讲，我嘛有写讲，台语的故事啊，内底有一条歌，因拢听无我讲啥，我就甲写做一块歌啊。对。佮唔拿一个礼物尔，因为我有2个老师，送你满的礼物。老师嘛要送，哇，你看。我咧拍摄进来，我拢送物件，拍摄啦。这是我。做这小报歌采编超30年的时间吼，这是最近出版的3本吼，这叫做石碇仔小报歌、三峡小报歌、甲万金石小报歌吼，也有足全的腔口，也有足正的，也有水女的吼，也有倒倒的，都有就对啊吼。这足珍贵的迄个语言的迄个资料库吼，拢伫咧山顶吼，我就爱走山顶，这是咱这几年的记录安尼，送互恁安尼。谢，感谢。多指教。咱虽然才来本啦，你咧三角还是咧万金石大累哦。是讲哦，你写啥物歌，写到这个市长候选人去找你啊？这故事就是差不多2018年的时阵，我当前啊，迄阵我有一张唱片，迄张唱片名就做高雄的骄傲。因为我自细汉伫高雄大汉嘛，我就看到讲高雄有一寡问题，真正是需要改变。譬如讲啦，什么问题？譬如是讲，大家人来高雄佚佗过，你会发现讲有一寡路拢是沙石仔咧走，伊的路吼就无白啦。我迄阵迄块歌就甲真侪高雄，我感觉会使搁较好的物件，我甲写入去。拄好撞到迄当高雄咧选举，选举吼，就有候选人，伊就我敲电话讲，我感觉你这真会使代表阮青年的声音啦，敢会使即块歌啊，咱借阮伫迄个记者会馆顶来讲，这是阮高雄的少年家，对，就是安尼一个故事。来发现因为即条歌。受到真侪人的注意，有一寡人伊原本无熟悉你啊，伊就感觉即个人就一直咧批评高雄，一直咧批评即个下港即个所在，所以我今年较搁写一条新的歌，做告别，就是我甲写，其实我是真介意高雄，因为我听即个所在，所以我你也是会惊啦吼，写一条嘛吼，收音啊，大汉啦，囡仔人毋捌代志，毋通安尼讲啦，嘿啦，你安尼阮以后歹接工课，歹接工课，讲滚笑，讲滚笑。总统就请你去啊，歹接工课。真英雄，迄个人生的海带啊，这世人上大场的表演就是迄个就职典礼，对。所以迄个就职典礼，你是唱啥物嘛？是唱高雄啊？我是唱一条台语的歌，也做我知影我会使，因为几啊当前有一个节目，也做迄个大嘻哈时代。我本来红招去录影，结果录影的前一礼拜，我讲野球，我讲棒球，互球牵到下海，拄逼你，我拄迄一档拢无法度表演。我迄档内底我真艰苦啊，我就感觉讲，拍拼10档啊，总算机会来啊，轮到我，你搁看到真侪共杯啊，还是后杯啊，大家拢发展甲真好，其实也真艰苦。我迄阵就参考美国一条歌，做 I Know I Can， 我甲写一个台语的版本，做我知影我会使，鼓励我家己讲，你毋通甲放弃。无想到讲，竟然伫3档了后，接到总统府的电话讲，阮希望邀请你来遮表演。
接到总统府的电话，你捌接过无？莫讲有接过，阮兜连市内电话都无咧，对无？咧接啥物电话？所来是咱这边金城老师开30年来记录这个小宝歌6000多条，这是去倒去安尼一条一条来收顿。拄我讲吼，这一定是了钱的嘛吼，咱出版这小宝歌的诗吼，有一寡代志吼，该当做的时阵就爱做，吼咱。所以吼，无咧计较成本的就对啊啦吼，就是该1993开始吼，就甲聊落去，开始采集吼，为桃园以北安尼吼，一步一脚印安尼吼，千里苦行，一位一位安尼甲录吼上保守的应该是6000拍以上啊啦吼，但是我无认真甲统计啦，应该是有1万拍无问题啦。哎呦，你有半世人的时间拢咧做这个工课，是，来收集起。所以这老师吼无底深坑啦，这咱较等再来听伊这个小宝歌。好介绍，是少年的心来好，我花销来，有请。大必要的球场内讲甲难扭，便当甲加油帮徛喺女用也去相手。搁来要紹介一個較特別，也做富國島。無錯，甲你想的相像，共名共字共音，就是越南的這個富國島。這張相片就是昨我去排隊買土豆糖的相片。真正袂黏喙齿，真正袂黏喙齒，真厲害。這若會黏喙齒，你甲講定。我免講定，我講你就好啊。我來講這個球哦，甲你有關係，就是因為我參加這個 Sunstar 明星棒球隊。迄是阿翔，我無。阿翔，你的 partner，甲你遐無關係。我叫浩子，伊是阿翔。好，再來，咱來聽咱的金城老師，感謝有遮拜你啊。花椒來，有請。大家平安，我是柯肖，真欢喜今仔来甲大家分享我的故乡。总是我是一个 rapper 嘛，所以讲故事进前唱一段，互大家批判一下、参考一下，看介意无啦？若介意要买我的专辑的电话放伫遮。Check, listen, 我家的这个所在，伊是我的厝，是我的家。身躯唔爱赤你，但灵魂就印着溪。爱自由的飞，唔久鸟仔嘛记得，鸟我收伫地。世界的风咧吹，总是吹我袂叮当。犹原徛伫遮，仰望的双脚踏着地。永远记着阮阿爸甲我讲的话，人会使散车，袂使无志气。高雄的大大细细囡仔是会记伫，大必要的球场内讲甲难扭，便当甲加油棒徛在女向也去相手。附近的风景无啥想要讲这，毕竟逐个月我拢会走去中间。身体无啥好，食甲好好拢会跋倒。迄阵对这个城市认捌也搁较少，目睭一年，迄阵竟然已经离遮远。阿公笑咧讲，较早这片大楼搁是甘蔗。哎呦，没错，这条歌就是咧写我囡仔时的代志，嘛是我伫高雄的故事。即摆大家人讲要来高雄游览吼，要来佚佗，真侪人头一个想到的拢是可能盐埕埔、爱河附近，还是讲85楼。但是较早我囡仔是高雄县甲高雄市还袂合做伙的时阵，若讲到要游览，我想到拢是这个所在，叫做丁青湖。有人听到丁青湖，就要甲我吐槽啊啦！你搁讲你在地，他有可能讲丁青湖咧？我在地，你看伊迄个眼神，我就看出来，看人无迄个眼神，我即嘛真明显。丁青湖就丁青湖啊无咧。无，其实若是讲大逼湖。无错，其实若是在地，也是了解南部的人、下港的人，拢会叫伊大逼湖。因为即个湖啦，原本毋是就有一个湖啊，迄是人去甲挖出来，为着要服务凤山的做工船。就是清代时阵一个馆长，伊姓周，周厝的周，周厝老鼻迄个周厝的周，伊为着要服务即个周公船，伊就叫人去甲挖即个大鼻。后来国民政府来的时阵，伊用华语来理解，就叫伊大贝湖，贝壳的贝。
后来佫嫌讲安尼无好听，拄仔甲改陈清湖，所以即马做丁清湖。总是你若在地时代，拢是会叫伊大碧湖。大碧湖即马已经毋若是一个水利的单位啊啦，伊即马已经互高雄市政府改做一个游览区。啊，其实真水，我为着要拍 MV 啊，所以我前几个月我拢有去遐佚佗啊游览。其实袂输日本啊、韩国真侪游览区。老师帮我换后一张。大碧湖咧，伊有3桥6乘8景。千万唔通甲我问讲是对背景，因为真正背袂倒来。总是我甲你小解，内底上悬的是中兴塔7站8面。你若行到即个塔的上悬一站吼，你就会看到规个大碧湖偌水，啊偌开阔。要看山有山，要看水有水。好，搁来后一张。讲了上悬，咱来讲上长，就是大碧湖即个九曲桥，9曲13弯。资料是写讲伊是目前上长的9曲桥。啊，这吼上长啦、上悬啦，对我来讲拢算正常，就是这是一个游览区嘛。搁来要小解，即个较特别，伊也做富国岛。来，咱来看富国岛。无错，甲你想的相像，共名、共字、共音，就是越南的即个富国岛。原来哦，伊就是富国岛，就是即个桥行过，遮有一个岛有无？即个富国岛，富国岛就是要纪念迄个时阵啊，有部队咱做孤军啊，伫越南啊无通转来，为着要纪念即个伫富国岛的孤军，所以伫大碧湖遮嘛起一个富国岛。哦，是安尼。大碧湖是真水啦，毋过囡仔是吼。我看无遮个，要看山啊，要看水啊，我无兴趣。我是感觉上好耍的是隔壁的大碧湖野球场、棒球场。这囡仔是我也讲拢一支乌多摆菜的，我载我来去遐看棒球啊，食便当。即马即个球队哦非常无简单，因为小弟我本人都好徛伫遮。你是对一个？你莫我袂讲咧。我敢是迄种一支嘴好累累的人，我讲正经有影的，听我说明一下，因为我来讲即个球哦，甲你有关系。你甲你有关系，有关系啊！甲你有关系。一般人他有可能入去大碧湖内底讲球，迄种职业仔咧讲的呢，迄种职业的球员咧讲的，是安怎我会使入去呢？就是因为我参加即个 Sunstar 明星棒球队。就是甲你有关系啊无？我甲你讲，迄是阿翔甲我无关系。阿翔，你会拍呢？甲你遐无关系。我叫浩子，伊是阿翔。我平常拢。走啦，咱来听咱的金霞老师。感谢遮拜你啦。我平常看你的节目，你讲人若叫你阿翔嘛 ，OK 呢？好啦，正过。对啦，啊大碧湖咧看球吼，真舒适。因为咱台湾遮个球场，比如讲台南嘛，伊就伫市区内底，所以你咧看球的时候，你会其实你袂使伤差，人会抗议。但是大碧湖边仔真开阔，所以你伫遐看球真爽势。我即摆上介意就是买2杯米露，大长烟枪摕伫外遐，安尼看球微啊风啊吹过来，袂输人迄大联盟湾区的球场啦。即摆我讲到老烂咧，哪会呢？即摆你就是想讲，我是毋是大长烟枪要放出来，对无？你就是讲大长烟枪要放出来，但是大长烟枪有一个缺点。缺点。冷伊就无好食啊。对嘛，所以我即摆来你莫家己无早来找一堆理由。我有传啊，我即摆来小解一项，是讲小小的真赞，冷伊游玩1.1的好料，好无？咱甲即个咱土豆糖捧出来。来咯。豆糖哦。真侪人哦来高雄佚佗，买单路转去。拢毋知买啥物，我即摆来甲你介绍我的故乡五甲真出名的木伦的土豆糖。这张相片就是昨我去排队买土豆糖的相片。这是平常你我家己小弟我本人亲身去买，我莫甲你讲偌好食，莫甲你讲啥物绵松松袂黏喙齿，迄种基本的啦。这个土豆黏喙齿，真正袂黏喙齿，这厉害。这若会黏喙齿，你甲讲点。这对我囡仔开啊，这无人讲。我免讲着，我讲你就好啊。这个土豆糖真正好料，我连去日本佚佗走，遐朋友食伊拢学了甲会答字。这个土豆糖，咱莫讲伊本身偌好食，咱就来讲伊平常你爱排队排到安尼，你若过年过节吼，爱排过2个青红灯。而且你有看，遮有搭一张红纸无？真细张一张红纸，遮写啥你知影无？啥物？一个人只会使买2罐。你要甲9罐、30罐袂用一咯，你就爱派15个人来排队，这毋是年这时要靠限制哦。我昨去买就是安尼，佮特别甲大家介绍一项同好料，其实伊遮我同爱食的是麻仔口味的，啊是安怎无早来呢？因为我10点半去排队，就已经卖了。
哦，大家若有经过五甲，会使去看伊现伫遐切糖，现伫遐包装，连工后来互我请。好，刷来咱来小解一个较新的啦，讲的这拢是我囡仔时的代志嘛，这拢是较前的代志。阮即马对五甲，即马对凤山来，凤山即马有一个只死行的所在，做黄埔新村，这是一个真老的贯穿啦。这2档。高雄市甲整理起来，所以即马有真侪新的店，你会使看到老的厝有传统的水，你嘛会使看到即马新的物件、新的徛街、新的店家有活泼。内底我上介意的就是即个影片，咱来看即个影片。即个影片是伊暗时的时阵，伊会有大家，伊有真侪无共主题的活动，譬如讲即个活动就是电影院，咱就伫路顶。伫迄个巷仔口，就放电影，模拟就插落就放电影。这若庙仔口会吼，就会想到一件代志，就是较早咱庙埕咧写神有无？就会摆一个模拟套，就来看电影。毋过咱较早是看可能诸葛亮啊，看歌仔戏啊。即摆因看的是国际咧施加啥物电影，咱就来放啥物电影。大家哪食哪啉来看。当然。伊日时嘛是真闹热闹，你会使去踅街，会使行行。暗时的时阵，遮你嘛会使翁仔某啊、男朋友、女朋友啊来约会啊，还是去讲时大带囡仔来佚佗，拢真好。我的介绍，我的导览差不多要结束啊。总是我搁爱甲恁提醒一道，就是我毋是一个导览员，我是一个歌手。有记起来啦吼，我毋是卖土豆糖的哦，我嘛毋是讲究的哦，我是一个歌手，所以后尾我搁来唱一个。甲大家分享。赞！小解我的故乡，好的歹的拢讲，亲像我的乌倒摆，就算伊够凶，不然行仔袂讲，我有我的苦衷，公司只保我10分钟噼里啪啦，甲用要来伤。顶前学员底叫大鼻，来五甲买单就我家己。都新村看电影踅街啊，模拟着大家亲像咧写诗。威武也嘛真水，暗时咱来踅青咧夜市，真正有影，有食搁有掠，会讲会送踅，你百面会介意。报了优点还讲缺点，这是我的坚持。风霜唯一一项歹是市长，袂找我来做代言人。感谢大家，我是柯潇，以上是我的导览。为伊的歌声，为的这个导览，会使听伊这个人真正足介意伊的故乡，伊这片土地，足真心的，足真心咧介意的。而且到尾啊，才知影伊竟然平常是无咧做导览，有够拍算的，太拍算了。做歌手无菜的对。才够讲故事，才够唱歌，甲你拍谱啊！多谢，太精彩，感谢你来今日。大来，咱要来小播歌，哇！30年的哦，30年的收集，来小播歌来。也有大肠灌注米，也有小肠炒姜丝。对哦，你看，大肠水炸啦！拍摄，因为这熊熊的尔，这网熊哦，所以这无扛起来。耳旁一个尔。但我搁存土豆糖。小煲加讲就是互相娱乐对吧？娱乐到尾啊，就变做小妈。小妈，买使啊！你咧看，你唱歌唱2条，啊，拢红包一直摕来啊！哦，你的主持较好，赚咧一柜搁一柜安尼吼，一概念偌大条咧。30年的收集，来，小播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内林金城。我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我这几年所采集的迄个小波歌。做伙来去。满地无菜，菜脯米，起工会过真满枝。
也有大肠灌注米，也有小肠炒姜丝。对，今嘛这么大肠哇，这个了起来啊！哇，这么大肠，什么都有啊吼！啊，你敢知影这条是咧讲啥物？就是咧卖小食呀。进来嘛，咧叫卖啊对。其实吼，伊是咧讲啥？满地吼，满地时阵足无聊的，嘿，手那么叮当吼。对啊，你除了手叮当，啊，甲人开讲，也是念小无歌以外，无啥物。啊，你足紧巴肚枵，你劳动嘛吼，劳动足紧巴肚枵嘛。啊，你会想空想帮想讲想到一寡食的吼，我若后摆吼，将来我若有趁钱的时候，我要来食啥物食啥物。即拍小无歌伊的重点是吼，头前迄4字，满地无菜。满地无菜，就是你满地无菜好食，无菜无菜。无菜无饭好食。满地其实吼，较早一段时间吼，满地是算称重的。嘿，吼，称重的时阵吼，所以讲你若较骨力慢的时阵吼，你会使趁较济工钱。啊，其实拢无够用嘛。吼，啊，较早的迄个食吼，食对咱来讲是足重要。咱台湾话迄个拍招安怎讲？食饱对对吧？吼，食是足重要的代志。吼，啊，所以讲你看，拢是食的。老师，你这好料你有传啊，对不？啊，大肠小肠要出来啊！因为吼，哎，你看，哎，皮姐，啊，甲我闹开，大肠水下来，我一定你也袂胖了啦，你看这个胖胖，拍摄，无，因为这熊熊的尔，这梦想的，所以这无通食的。你胖一个这假的尔，这假啊，烧的尔啦，所以无通食啦。但我讲你尔，我讲纯土豆肠，你甲我吐槽，你搁食我土豆肠。好食，好食。啦，是啦，老师看我跟人家在当生对无？我今天也有汤食，有啦，有通食啦，有通食啦。所以咧满地的时阵，啊，搁唱大肠啊，唱小肠，哦，愈慢愈枵呢，对无？对吧？愈唱愈枵。哎呦，这行料搁水，哎呦，赞。哦，我搁会走，你看。哎，你真正袂使练去。对啦，你讲，你妈搁徛我这边啊？还没徛土豆。没啦，人这练气嘛是足 Q 的啦，QQ 啦，嘿啦嘿啦。你甲我讲话，这来台班啦，嘿啦。好，啊，咱煞哈，咱讲到这个，来我先念好吼。5月13老礼拜，下港大刀入耳来，毋信车头甲看卖，逐只大刀甲当摆吼。甲当摆啦，就是讲吼，咱咧小无歌讲落的迄日子吼，一般拢是旧历的啦吼。啊，在旧历的5月13是吼，台北迎新风。迄当阵吼上闹热的时阵，就是5月13，5月13吼，5月13。人看人，吼看闹热就是其实就是人看人，吼看足侪人安尼吼。啊5月13闹热拜吼，啊，迄个台北人的亲戚朋友啥拢会来互因请嘛吼。啊，你提啥请人？抬刀工嘛，吼抬刀工对吧吼？嘿，车头去甲看卖吼，逐只大刀都甲当牌啦。为什么是当牌，毋是金牌？意思讲吼，无甲遐尼大只啦。吼，所以我经济能力可能较无够吼，迄一遍吼，请人客的时吼，我就一年的财产头去一半。嘿啊，我讲无啦，我无遐有肉吼，啊，我是甲人当牌尔吼，啊，毋通食伤济啊。啊，我有迄个热情啊咧吼，啊，我当牌尔吼，啊，过来，咱即摆讲的这吼做小波歌嘛吼，啊，小波照讲就是互相对唱，互相娱乐对吧吼？啊，一般是安尼啊，互相娱乐吼，娱乐到尾啊，什么烧麻，会变做烧麻。烧麻，卖使啊！啊，即摆吼，在头一摆我先念好啦吼。学摇拍破的老人，苦麻诉诉较用阵。阮倒念歌，美女啊女袂应，嘴落甘叫袂翻身。吼，这是头一个。吼，啊，这个是美女啊。头一个这是美女因朋友哈，好，美女因朋友，过水啦。山壁下花山果水，要食卡味山羊堆哈。念歌无论谁卡话，输赢都无啥通推哈。这个迄个美女啊吼，拢唔
唔出声就对啊啦，歪歪小波啦，歪小波哦，伊讲啊你是安怎来歪小波？你是吹了甘桥吼，唔知歪唱歌安尼吼。第二拍就讲山壁会发山果西，山果西就是迄个叫做果鸟啦。过鸟。要食卡味山羊茶，山羊茶是啥物呢？什么？共款是山顶的迄个蕨类迄类的物件吼，叫做观音坐莲蕨。啊，伊讲吼，念歌无论谁较会，输赢都无啥通退。就讲吼，咱念歌是念好耍的尔吼，也无奖品啊啦，对无？毋免无采我的嘴，我无想要甲你念安尼就对啊啦吼。这就是美女来甲因，啊就讲吼，结束这个小波，吼，啊这是所以这首你是去倒一个县市去找到这首？这是咧咱迄个石顶啊，石顶啊录到的。哦，这是想甲你报讲，这个老大人伊会晓唱这首，想甲你报，啊，你去找。哦，安尼吼，这吼都爱较骨力咱问的。农会啦，还是路边家己担菜出来卖的迄种，家己种的有无吼？爱家己问看卖，还是讲老人会啦，吼，民政课啦，吼，还是讲，因遐咧办定咧招游览的迄人吼，因就知影讲，啥物人会晓念嘛，即寡歌吼，其实就是因青春的时阵咧念的歌，迄种18号吼，你看我家己录的时阵已经90几啊咧吼，经过七八十年的时间吼。我记会掉呢，所以讲咱头壳迄个记忆体嘛，足厉害呢，拢记7、8、10年吼，原封不动，我甲你念出，互你听呢吼。我去家己录的时阵吼，拢嘛足欢喜的。讲总算吼有一个人下来甲我即个遮尔珍贵的迄个文化资产吼，甲我采落去吼，甲我记录起来呢吼，互别人通知影讲吼，我有唱过即条歌呢。这是吼，这是咧讲抾茶的甲看牛的甲抾茶咧相报啦吼。抾茶实在好地步，一担卖了要真苦。像阮看牛是艰苦，天光出门日暗乌吼。好，这就另外一个迄个，就是迄个抾茶就讲吼，看牛伊道真用心，倒落树骹好安眠，精神对牛徛紧紧。情深又想那头轻，这个讲啥物呢？有人知影无？万一道啦。对。别人拢安尼较轻巧啦，阮做着安尼吼。是啦。是安尼。对。你甲人亏啊，讲你做这无啥，我这较辛苦啊。啊，你咧看，你唱歌唱2条，啊，拢红包一直摕来啊。你咧，在咯，红包一直交来。你咧主持较好，赚咧一柜搁一柜安尼吼，一届领偌大条咧。是你主持来台北，大家你一条拢赶袂去啊。我即摆都无要走咧，无你是要安怎？我就是紧张啦。万一道啦，对啦。看牛伊就讲吼，抾茶较好，抾茶安怎你敢知吼？一担就卖咧要10箍啊啦，要1箍啦，较早钱真大嘛，1箍有足济啊吼。好，像阮看牛吼，足艰苦的吼，时间长，天光出门日暗乌。透早就爱甲牛牵出去食草吼，暗时才转来安尼吼，时间拖足长的吼。但迄个抾茶就讲吼，你看牛的毋才赞，你看牛吼，伊都真用心啊！你看牛，你倒去树，牛做伊去食草嘛，你就倒去树骹，你就踮遐困就好啊了吼，你好安眠嘛吼，好精神就困醒啊就对啊，困醒啊吼，佫交通工具呢，骑牛，清心又想大头轻，伊免担啦，就是迄个抾茶爱担，看牛的是时间长，抾茶是爱担，因拢互相看到对方。较赞的所在，就是讲做一道换一道安尼吼。以上就是我对咱新北市消波歌的介绍吼。其实咱新区边有足侪迄个宝贵的迄个文化资产吼，值得咱去采集嘛吼。希望大家拢同齐来做这件最有意义的代志安尼吼。好，感谢大家。这爱听，这爱。真的，真的，30几年一条安尼甲捡起来，今仔日足歹势，阮节目真正太短咧，这精彩着。真精彩，但是我足
有一个疑问呐。什么疑问啦？是咧疑问啥话啦？这古早人若要讲一个话真麻烦，啊，得个想歌词，啊，一概都要七字。快押韵啊！押韵对，哎呀，像那有阵时我若咧唱歌戏，有阵时嘛有迄种调安尼啊，要讲啊，对不对？你捌听过无？小波歌甲歌戏是共款的，就是讲跟押韵的规则嘛共款，就是讲伊若是偏化韵的时阵，就是规句4句拢是后壁拢。较早讲的，这我就会晓唱啊。这你也晓唱？30几年的功力，你讲即摆讲你会晓唱？30几年，我35岁，35年，你听看卖啊！唱看卖。唱一个我今仔的心声啦。安尼哦，嘿啦，安尼叫你听，你听。C 位好你啊。现学啊，搁现背。我是全球的巨星，缘投漂泊无人比，拖咧龙，敢闹震动。今日来台湾主持，家属规我要来捧起，嘿！你讲，你来台湾主持，你主持了，规我要捧转去。你会见小妹啊？你知见小妹哪写无？我唔知。哦，安尼。啊，听你唱了，我哪感觉我嘛有歌通。来哈！大派伊时间是要好势，请一只鸟鼠来加布袋，啊鸟鼠来加布袋啊！讲伊是全球的明星，看来看去。头壳有问题，我看你头壳有问题啦！全球明星外交，我看这个今仔来宾精彩，主持人嘛就精彩。我就在想讲，那两位老师这厉害厉害啊！我在想讲，敢佫有需要加分题？加分一个，我是感觉袂歹哦，老师你有传吗？有啊。老师有传，有传啥？你传啥？传什么？传。哦，来啊！哇！慢车，你唔通旁，你先看，啊先片，进咱大家嘛来唱一个。啊，今嘛唔敢若是 freestyle， 我搁唱台语，真侪人当要食，就对我开始。顶一个老师，你要讲啥我拢不管，你今嘛甲我小改歌用啥物统赞？歌流的夜景，我感觉上赞。哈，今嘛轮到你，你甲我讲歌用啥物统赞？我嘛爱唱哦，歹势呢。嘿，你会知影吼，我主持今仔是来台北呢，啊，普通时啊唱我是爱情的呢。有需要加分题？加分一个，我是感觉袂歹哦，啊无这吼这分数。有啊。老师有传，有传啥？你传啥？传什么？传含子汤啊。含子哦，来啊，来，做伙来含子汤啦。含子，有够香，有够香。请，来，请你。老师。哦。小。这寒人即马啉这姜汤吼，这煮姜母的哦，身躯拢烧起来。含子汤吼，因为咱庄脚所在吼，无啥物好物通交代啦吼，啊就滚这个姜母含子汤安尼啦吼。姜母含子汤，啊是讲哦，这含子汤吼，甲这个小波歌有啥物关系哈？哦，当然有关系哦。有啥物关系？伫倒位我哪看无哈？因为你若是按娘的时阵吼，啊我就讲含子下坡真有肉，也要滚汤来分阿娘食脆搭，吼。含子初熟你就食伊饱，等下八领就免停骹，哦，就是讲。哦，食到有气力啦。一块歌啦，冇专门一块歌。所以这含子汤。是迄个查甫的，伊滚呢，嘿，就阿娘食，阿娘食，较早无咧讲啊，我爱你，我介意，无咧讲这啊，我爱你就讲，你就食好饱，对吧？拢是安尼吧？阿妈拢安尼讲，你有食未？食饱，食，迄就是因。我细汉的时阵是食粗饱。哦，你真正食足粗饱，唔若食粗饱，你要食粗用哦。你看下有够用，做囡仔你讲安尼讲，安尼用好啊，健康啦，营养啦，拢有食啦。我继续食。啊，这有加分题，你这唔好闹气啊。
我嘛有，你嘛有？我下港来，嘿，下港来，他会使输人，输人唔输你卖讲韩子汤，话你蚵仔汤你们这个卖个头头啊！但是共款有关系，哦，因为这有煮姜母嘛，对我这项嘛有煮姜母。下港的，我甲我兄弟啊看真正爱食这项真真正有名的姜母啊。姜母啊！高雄真正的姜母啊！咱旁起来，安尼韩子汤咱先甲去。好好。慢车，你唔通旁，你唔通旁，你先看。嘿，先片，这是我旁的啊！对，咱来中间先唔通旁，先唔通都先卖旁，先看就。这是有啥物规矩咧？因为主要我对下港起来，我有一件代志袂得过啦，就是讲你看我搁唱，啊搁说规集的节目。啊，恁坐伫遐安尼听轻课袂用劲，袂用劲。所以拢是安尼呢。袂使。你看，你录节目录一集，赚300外万，啊坐伫遐你袂使。300外万呢，我无影你啊。我早嘛坐，我大家可能大牌吧。所以今咱大家嘛来唱一个啊。咱嘛来唱一个，我嘛爱唱啊！你等一个爱唱了，才会使捧这个姜母鸭来食。会歹势呢？嘿，你会知影吼？我主持今日是来代班呢，啊，普通时啊唱我是爱钱的呢。我甲你讲，迄征兆放出来就爱算钱的呢。你平常时是算钱尔，今仔这姜母鸭你有钱都食袂到。哦，这厉害！这生意偌好，拄偌好，你知影无？迄伫庙埕的头前，摆甲庙埕的尾呢。哦，摆甲迄间庙原本是要写神的，只好庙埕借伊卖姜母鸭呢。来，即摆规矩要来讲啊，我姜母鸭要了。什么规矩？等者啊，放一个音乐，我来 freestyle，我来 rap 啦吼。但是我会指着你的时阵，轮到你的时阵，你就爱甲我唱2句。头一句是高雄啥物统战，第二句是高雄，你就爱想一项物件，譬如讲高雄做啊统战。啊，像我讲过，袂使佽讲啊。哈，你老师嘛无讲着要安怎？无讲着，你就无通食。无讲着，但咱台话讲甲真好，no shit，no shit。我想者。老师音乐甲走袂，唔通佫有想啊嘿。小姐。好，安尼对我来开始啦吼，我来开始啦吼。搞紧张的。Check it. OK. 你拍镜。好，今麦唔敢若是 freestyle， 我搁唱台语，真侪人当要食，就对我开始。顶一个老师伊介绍，迄是番薯汤，今麦轮到我介绍这项安娘话也真烧哈。所以今麦互恁淡薄仔考验。等一个，大家讲的拢爱无相像，你要讲啥我拢不管。你即马甲我小解高雄啥物统战？哎呀，高雄啥物上赞耶？高雄啥物上赞？高流的夜景我感觉上赞。哈，高流夜景上赞，无错。你会使行到海边看遐的种种，你想着啥，你着啥物拢讲。安尼你嘛会晓瑞，即马轮到你甲我报告高雄啥物统战。等者我会使食嘛？高雄啥物上站？高雄上山的高雄站。就算会高上赞，但是有时阵爬山你会感觉伊嘛真歹，不过就是安尼，有人爱这，有人爱迄，有人爱食饭，有人爱食面，有人爱鸡。即马轮到你，你甲我讲高雄啥物统战？高雄温泉上赞，我有够爱泡温泉，泡规身拢溜皮。这个兴趣是确实有较变态。啊，无错，你若哪讲高雄的优点，伊就哪加添。感谢大家收看，请你继续来支持咱的海海德南先生。海德南先生哇！我是这样，我这 freestyle 哎，有够厉害呢 ，freestyle 呢，够厉害啦！哇，尴尬。我今年嘛未食到。是。今摆你问我高雄啥物上赞，我的答案就是高雄的姜母鸭上赞。有影好料啦吼。好，今摆吼韩子汤啦，嘛有啉到啦，姜母鸭嘛有食到，小宝歌阁有这个 rap， 来爱来投票。紧张的时间又过来，时间又过来啊！哈，好啦，甲投了啦。小宝歌啊是咱的高雄的 rap 吼，来甲记落，有无？就等你，就等你，大家拢等你，好来哦，大家拢投来哦，嘿，是高雄啊是咱的小宝歌上赞，来老师1、2、3，哦。小宝歌老师，我如果起就较低啦，是较困啦。你莫说你起就较低啊，莫说你。
投咱高雄。我一定爱投高雄的啊。安怎讲？你即摆徛离我较远的，嘿嘿。你即摆徛离我较远的。咱两个共国的啦吼。因为我虽然是小琉球的人，但是我自细汉我就搬去高雄住足久。哎呦，所以我看到阮歌声哦，这个歌啦，甲伊的这个真心哦，我非常的感动。绝对毋是因为你的球帽后，绝对毋是。我是看到你的。连工都来较来我请啦，嘿嘿嘿。啊，这就唔通甲我联络。啊，你今仔倒票哈？对我现阶段来讲，我就想要更较了解、更较侪小无瓜的内容。不过讲实在，高雄的真正嘛好食搁好耍。不过小无瓜的内容是我想要更较深的去了解的。哦，啊，你嘛是小无瓜？我会选金城老师是因为我感觉伊互我足感动的，就是因为我感觉这物件是这个文化是足歹去甲伊传承落去，然后伊真正开足侪时间，6000外条，毋是6条，毋是600条的，6000外条，我感觉就是伊真正足认真，然后足坚持，对啊，我感觉足感动，所以我甲这票投互老师。我嘛是。我是哦，同款的对啊。是一件什么款的代志，会使互一个人伊的一半的生命咧，拢咧记录，咧做这件代志，甲一条一条伊爱的这个歌曲来收集起来，对无？啊，无这已经要无去啊！啊，今仔日以后，阮节目才会改6点钟。你有6000条，你有6万条，我拢互你唱，是毋是安尼？你真正爱甲经历一下啊！对对。老师你真正。啊，歌声嘛真正甲你感谢，伊毋是对咱真心，但是今仔日哇，哦，真精彩呢，足精彩的。不管是讲小波歌啦，还是讲这 hip hop 啦，吼，什么，你若想要了解吼，观众朋友，你千万唔通袂记。按新的一句吼，咱海海导览城市，有咱得你的。我甲你讲。这吼，你用你的迄个 rap 帮我念。啊，你就紧张啊！我紧张，我即摆宣传就对啊。来，先一句安那，有。刚才你打到电线呢啦，来，新一季开始，海海导览城市有家己官方来啊，有短在1台，有短在1台 ，YouTube，大家咱随时接啊节目的这个消息，欢迎大家对导览城市做伙去佚佗啦。